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刻录至第23集111条。伊转去一定会互人抓，他回去一定会被人修理。咱就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读做讲，第2字读做抓，第3字读做牵，第4字读做拍。112条，用别人的拳头母前石狮，用别人的拳头去击打石狮子。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读做争，第2字嘛读做争，第3字读做冲还是冲，第4字读做争，出征的征。113条，伊互人推到乌青硬血，他被人家殴打的淤血。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叫做堆，塞做堆的堆，第2字读做推，第3字读做讲，第4字读做抓。114条，伊气甲对家己的胸坎，就是他捶打前胸，表示后悔或者是悔恨的意思。咱有4字要来选哦，第1字叫做颓，讲颓仔的颓。第2字读做颓，第3字读做颓，第3字读做颓啊。这比如说庆颓的颓，第4字读做蛇，就是暗蛇啦。总共3种念啊，第1种叫做蛇啦，暗蛇啦，就是防止那个口水流下来那个用暗蛇。另外还有读做随，威下随的随。另外还一字叫做随经啊，就是那个斜肩啊，那个随经啊。好，115条，擂鼓共争准备祈福。这个擂鼓的擂，下骹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叫做擂，拍擂讲的擂，第2字叫做擂，第3字叫做擂，第4字叫做擂。所以这是第2才对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